新嘅長者生活津貼啊，政府係派緊每個月4250蚊啊！呢筆錢攞足20年就已經係100萬啦。條件係65歲以上嘅單身長者啊，資產唔超過406000，每個月嘅入息唔超過10770。結咗婚嘅長者啊，兩公婆資產唔超過616000，入息唔超過16440。以單身長者為例啊，60歲手上面揸住100萬，政府官方網站寫到明㗎啦，強積金都要計算做資產嘅。但係咧，年金計劃咧就可以豁免計算資產。將60萬放入年金，5年之後咧，即係65歲開始，已經係可以每個月攞3400蚊㗎啦。攞足20年咧就係80萬啦。因為剩翻嘅資產咧唔超過40萬，所以65歲開始咧就可以領取每個月4250蚊嘅長者生活津貼。攞足20年咧就係102萬啦。剩低嘅40萬咧留翻作為應急，做銀行定期存款，用保守每年2% 定期存款利率計啊，20年嘅複利息咧已經變成60萬啦。所以規劃好呢100萬咧，佢就可以變成80萬嘅年金，加60萬嘅存款，加102萬嘅長者生活津貼，一共咧就已經係超過240萬㗎啦。想知道點樣做年金去最大化你嘅退休收入？